今晚你係食飽瞓定係餓住瞓呢？呢個真係關你嘅健康事。食飽即刻瞓有3個中伏位。第一，胃酸倒流，食完就即刻瞓，啲嘢食加埋胃酸可以倒流上食道，胸口灼熱，咳到你瞓唔着。第二，代謝亂晒，夜晚暴食，身體成晚都要做消化功課，瞓極都唔夠，日子耐咗仲容易肥。第三，心臟壓力爆燈，血都去晒腸胃，心臟弱啲嘅人仲高危。空肚瞓呢都唔係好嘢嚟㗎。第一，半夜血糖跌，心悸出汗，發噩夢，瞓到一半嚇醒。第二，胃酸焚身，肚餓太耐，胃酸分泌多咗，胃痛又逆流。第三，係肌肉流失，成日唔食晚飯，身體會分解肌肉，易勞又冇力。總括嚟講，2樣都唔理想，但係食到好飽再瞓更加傷身。偶然一次冇問題，但係日日都係咁，遲早會出事。最正路就係瞓之前3-4個鐘食晚飯，夠飽就唔會再宵夜，身體舒服又易瘦，日日仲瞓得好，人都精神啲。如果你都想健康減肥，食得開心，瞓得好，留言齊齊好，分享晚餐習慣俾你。今晚你會點揀呢？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